但是我相信今麦在听广播的家的咱的听众朋友啦，我真侪可以唤起你的记忆。你那真少个想者，迄早期是叫做三台的时代，是老三台的时代。啊，你讲三台其实电视拍开哈，真正有拍过哈，你都有记忆对吧？对。可是我们现在话又说回来，现在方便到什么程度？不用台了哈，对，直接手机拿出来哈，一点乐就出来。是啊，跳到你面前来。今麦的规人，每一个人的视听习惯吼，甲以前都无共。起码就讲，最近的一条新闻是咧讲，啊 YouTube 头一届拍败掉所有有线、无线的迄个收视率，就是迄个时间哦，所有人拢伫上班路看 YouTube。尤其是讲到什么新闻的时阵哈，如果有的话，哇，大家去搜寻很快。对啊，而且不限空间嘛，不限地方。因为今晚媒体太济啊啦，超讲今晚第四台阮到就差不多128台嘛。有影，所以咱今嘛吼根本都无咧问啊，到底销售数字啊，我们的唱片 CD 销售数字是怎么样啊？是啊，因为我们还会看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这 KKBOX 有没有？对，哦，可能有 download 的，有付费的啊，到底有多少的量哈？也说真的啦，很多的歌手都在经营自己的blog 嘛哈，你赶快嘛，脸书是有没有扫荡无吧？有经营吧？有，起码有多少的？8000多吧？8000多的什么？粉丝按赞哦，哎呀，也不错还 OK 啦，慢慢成长。对啊，我的辣妹是做几盖6万，就6万。你知吼？要挤啊！对啊，你怎么不挤一下？我挤了没人看，我挤了会一个一个退掉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到年底只剩2，一个挂一个温布啊！唯一的2个赞，其他都不赞。其实那些网络上啦，但我们会发现到说有很多人他的红啊，就可能是第一个很吸睛嘛，对不对？大概是想要看几个美好的事物，可能是身材，可能是颜面哈，可能他这种或者是很可爱，常讲有一个小妹妹，小妹妹哦，2-3岁呢就萌的有无？吼，嘿，按赞的人竟然有超过30万啦，哎。也不知道哪边来的哈，所以我刚把今麦咱那期的应该世界嘛就快了哈，所以我也是想说，在这条路上啊，其实锻炼嘛，得电话嘛哈，好，我们现在还在摸索自己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嘛哈，希望一进能定位唱片的风格呢，都可以受到很多朋友的认可跟认定哈。其实我是感觉，针对讲到底要伫咧多一个媒体，互大家看到，迄并不重要，上重要的是讲，咱当初为什么要做歌这粒心？我们的出发心是什么？我们怎么样子？不要说迷失在这里面，我们应该是说，继续把我们的歌再怎么样做得更好，家己听来会欢喜。以后老的时阵提出来听嘛，感觉讲，这一切拢真简单，安尼才对。刚咱做广播共款，是啊。虽然广播刚刚美术大刚来上班哈，但是培养出来感情嘛无共款，甲听众迄个默契的感觉，对啊，迄无共。所以我一直到今嘛是足坚持的，大刚拢会找一寡趣味的新闻来甲大家分享一下。讲真些，新闻都来愈少。我跟你杨打赛啊，那我紧。免给，进来介绍新歌，来一首吧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随便？免给。我今天也算是这个以创作才子，是，对不对？今天让我当一天嘛。你平常时你364天的创作才子，我要做一天，对不？嘿，新生代的创作才子邵大人，多少年得出专辑了？这技术专辑有这啥？金钱，好了，我们听你创作的歌曲，好不好？这首歌叫做《金钱看拢无》。也是茫茫孤一人，我醉到深更，青阳顶脚是真体两难，闪闪烁烁，做无半点真情意。看无你的心，情海茫茫孤一人。落在海边，风风雨雨
愿讲人是家己。过去的长甲蜜甜，如今因阮心伤悲。夜夜夜孤单来试听，为着正常的记号，苦酒一杯杯，醉醉醉，伤痕何时会好？欺骗一声声，听听听，装入心肝一道道，真情看拢无。用用用思念来刻画，为着正常的记号，绝望的心才碎碎碎，缘分何时会无？叫你一声声听听听，插过心头一道道，正常的记号，亲情人自改命簿。茫茫孤一人，失落在海边。茫茫雾雾是你的虚伪，我的空虚，对路的情，要去倒位？怨叹怨放弃，甘愿讲人是家己。过去的长甲蜜甜，如今因阮心伤悲。夜夜夜孤单来试听，为着正常的记号，苦酒一杯杯，醉醉醉，伤痕何时会好？欺骗一声声，听听听，装入心肝一道道，真情看。常的记号，绝望的心才碎碎碎，缘分何时会无？叫你一声声听听听，插过心头一道道，正常的记号，亲情人自改命簿。正常的记号，亲情人自改命簿。正常的记号，亲情人。命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练的邵大伦，这是我所写的歌，真情看拢无。夜夜夜孤单来试听，为着正常的记号，苦酒一杯杯，醉醉醉，伤痕何时会好？欺骗一声声，听听听，装入心肝。音乐顽童邵大伦真情专辑最新主打《真情看拢无》，华特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练的邵大伦，这是我所写的歌，真情看拢无。夜夜夜孤单来试听，为着正常的记号，苦酒一杯杯，醉醉醉，伤痕何时会好？欺骗一声声，听听听，装入心肝。音乐顽童邵大伦真情专辑最新主打《真情看拢无》，华特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练的邵大伦，这是我所写的歌，真情看拢无。夜夜夜孤单来试听，为着正常的记号，苦酒一杯杯，醉醉醉，伤痕何时会好？欺骗一声声，听听听，装入心肝。音乐顽童邵大伦真情专辑最新主打《真情看拢无》，华特音乐。